南韩天团 BigBang 成员胜利卷入吸毒、性招待疑云，日前亲自现身警局接受调查，近日则是被警方列为嫌疑犯。没想到今11日，却有韩媒爆料，胜利与友人共享性爱影片，一连串的绯闻事件，让胜利今天透过 IG 发出声明，表示即日起退出演艺圈。消息一出，立刻震惊粉丝。胜利在声明中提到，如今从演艺圈隐退是最好的。他强调会诚实面对所有调查，将疑惑全部解开。对于过去1个半月间国民的指责与嫌恶，甚至被说成国民逆贼，带给周边人不少伤害，他表示自己完全无法忍受。文末提到，为了 YG 与 BigBang 的名誉，胜利表示我只能走到这里了，并向所有人致歉，感谢粉丝们这段时间的爱护。据韩媒报道，上月曾有媒体爆料，胜利涉嫌找美女陪睡海外金主。虽然当时他所属的 YG 事务所表示聊天记录是伪造的，但韩国警方却在昨天证实此事，因此将胜利列为嫌疑人，接受调查。经纪公司先前表示，胜利将于3月25日入伍当兵，不少网友却质疑此举是为了避风头。但韩国警方召开记者会表示，即便胜利入伍，调查仍会持续进行，外界不必担心。只不过随着胜利宣布退出演艺圈，代表 BigBang 合体无望。至于其他成员们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回归演艺圈，也是粉丝们相当关心的焦点。